大家好啊！喺過去3個星期，我哋不斷鼓勵大家為到社區代求，為到鄰居祈禱，為到別人守望。上個星期日，我哋就一齊嘅喺社區當中步行禱告，求神去打開人嘅心門，讓人去遇見耶穌。喺禱告當中，我哋唔單止感受到神嘅同在，更加感受到人心靈嘅需要。耶穌要人去認識真理，連於生命嘅源頭。今個月，上帝唔單止叫我哋禱告，更加上我哋起嚟參與福音嘅行動。今個星期日，我會分享一篇福音嘅信息，題目叫做係真唔係啊？你要連上真葡萄樹啊！我哋身處喺呢一個充滿假象、假新聞、假安全感嘅世代。耶穌話：我就係真葡萄樹，你哋係枝子。佢唔係一個宗教嘅人物，乃係真理、生命同埋道路。你有冇連上耶穌基督呢？你身邊嘅人又有冇機會聽過佢係生命嘅道呢？而你願意成為佢哋生命當中一條福音嘅橋樑嗎？今個星期日就邀請佢哋嚟教會認識真葡萄樹耶穌基督。你今日向佢哋作出邀請，可能就係佢哋生命當中最重要嘅轉捩點，改變佢哋嘅一生。你唔使講得好有技巧，只要你真誠嘅嚟到話，我嘅教會今個星期有一個信息，講到點樣能夠揾到真正生命嘅意義，我好想你嚟一齊聽，讓我哋成為福音嘅橋樑，傳遞好信息，將人帶到真葡萄樹嘅面前，與主嘅生命連接。願神使用你成為他人嘅祝福。